耶利米先知話：我哋心中嘅污穢幾時可以除淨啊？你要留到心中嘅污穢幾時願意去洗乾淨啊？從今日開始咯。跟住呢，26節非常重要。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留意咯噃吓。神話賜俾我哋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我哋裏面，又從你們嘅肉體中除掉石心，賜給你們肉心。單單26節裏邊提到新心、新靈，然後係除掉石心，將肉心放喺我哋裏邊。嗱，呢啲嘅內容唔係第一次講嘅。嗱，你睇翻前邊第11章啊，以西結書第11章吓，前邊啊第11章，我讀俾大家聽下。第11章19、20或者21呢3節嘅內容，你畫喺旁邊或者寫低喺頭先嘅以西結書36章26節嘅旁邊啦。佢話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將新靈，睇到嗎？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邊，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，賜給他們肉心，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，謹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們要作我的子民，我要作他們的神。有冇睇到啊？21節，至於那些心中隨從可憎可厭之物的，我必照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們頭上。呢啲說話邊個講嘅？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睇到嗎？可憎可厭啊！我哋未真正信耶穌之前，真係有好多可憎可厭嘅物件啊！呢啲叫做當滅之物啦。前面第18節都有提到，要除掉一切可憎可厭的物啦。我哋有咗肉心，有咗新心，有咗新靈，你先至睇得出乜嘢係可憎可厭之物。如果你冇新心、冇新靈、冇肉心，你根本唔知道呢啲當滅之物、可憎可厭之物一直喺你旁邊，喺你嘅家中陪伴你。所以求神幫助我哋，讓我哋有新心、新靈啊！